哇！啊那做老热啦！我伫后壁看到迄声有够老热的，够人在跳舞的感觉。哎，是。我觉得应该是原住民的朋友，是无吼？是。你好，啊，请问是你是倒一族的啊？我是阿密斯。你是阿密斯？你是萨基拉亚，萨基拉亚。萨基拉亚啊，恁两位是？阿密斯。嘛是阿密斯哦。啊，即摆佫唔知影恁的名，会当介绍一下无？好，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中秋娃娃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周硬爱好技术是龙椅加固。大家好，我是基隆马希扎杜吉基朗加古。大家好，我是静怡，硬爱好技术是乌塞加固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颖，爱好技术是板奈加固。哇！名讲就好听咧。是啊，啊。娃娃是啥物意思啊？娃娃。娃娃就是囡仔意思。囡仔意思哦，所以你是中秋来的囡仔就对啊，中秋娃娃。嘿，因的名遮水，而且因的服装嘛足水的。会当甲阮介绍一下，有代表什么意思无？我有地位的象征。地位哦。对。哦。有一个情人带。拄着介意的人，就爱甲名人放伊的袋仔内底。槟榔哦，一定要槟榔哦。哎，在看别项无？养乐多也可以。哦，这人坑的啦。啊，迄你迄色水，敢有代表什么意思？红色是红色是纪念祖先，哦，纪念祖先嘿。黄色是土地的意思。哦，祖先甲土地的意思。那是感谢阿密斯。就是祖先、土地，啊，佮感谢阿密斯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我发现恁三个是阿密斯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安你穿的甲因无啥共款。因为我是台东，是花莲。哦，你是台东的代表，伊是花莲的代表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其实真正原住民的服装哦，有足侪文化值得咱去了解。佮足侪花草的，够水足深的啦。好啦。哎，有机会再过来，阮遮大项目行行吼。多谢您，再会。感谢。等一下，村长，今仔日在探险队，就是知影村长甲原住民共款缘投善良。对。哦，所以才来这想讲要摕宝藏，甲你交流一下。你即摆就叫伊荡去，你安尼敢袂伤残力？敢的。准对讲啥？因哦穿啊遮尔水，啊堂头还跳舞跳到遮尔热情，为遮尔远的所在来到遮，佮无互伊摕宝藏，你当生。好，我知影，迄是恁的朋友，我嘛就介原住民的朋友。无安尼啦，咱来交换一下，你甲我教讲哦，宝藏的族语，恁的族语安怎讲？我就互你来陪宝藏。富沙万。弗拉万。弗拉万就是宝藏的对吧？好。弗拉万。您准备好要摕弗拉万了未？准备好啊！来，准备接招，停住来！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嘿，要摕弗拉万的第一关就是伫遮。哦，我甲恁讲，我今日主题已经拢安排好啊。恁敢知影恁头壳顶是啥物字？大声甲念出来。台湾常用。台湾常用。对，台湾常用是啥？运动有用无？哦，世界冠军的呢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恁平常时敢有咧运动？踢羽毛球。拍羽毛球。篮球。篮球。野球。哎呦，赞哦。排球。排球。拢无共款呢。拢无共款。好，即摆就要来甲恁考验哦。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4题有1块大片，8题若对有2块大片，有了解无？了解。好啊，开始要锻炼你运动神经啊哦。准备接招，一对噶。来看。有哦。野球。厉害哦。熊。游泳。有厉害呢。哦。铁人3项。哎呦。用。加标准嘞。哦哟。哦。
高一球哩。大口给勇士命，哦，过，算你过啦。来，四题啊咧。跨年，忘记不是？啊，一叔叔啊，来。上！哎呦，有哦。乌毛球，哇！哎呦，大的我那个拼出来厉害嘞。玩。照干那杯，来，大棍刀，水，哦，标准嘞。七题啊，要，好，来。压脚链，哦，对。哇，4题啊。好，咱来复习一下，迄个 bonus，因为咱是讲健康对不？对啊，伊这个字通啊念健康的健，目通啊念勇敢的惊，惊嘛，就两个音，啊，伫遮爱念惊，就为着要押韵啊，所以咱遮吼健就爱念惊，大苦惊，大口惊，用性命，就表示这个人哦。大苦，佫非常的健康，佫真勇敢，就是身体足好的就对啊啦。啊，会着产生大个，对啊，哦，遮大张啊，佫足健康，佫足勇的啊，伊就是大苦惊勇性命的代表。代表。好，咱来看卖后一个，来，华语安怎念？跨栏，跨栏，跨栏啊，第一吧，共一个音，共一个音，跨栏，嘿，共一个音。好啦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哦，第一关呢，第一关，佮加上 bonus， 2题加1题，3题，请题啦！来，这条大屁股站出来，台湾的农产品，四个狗，水，好，海蚵啊，水，啊，搁一个，油甲刀，高大霹雳，牛角刀，哦，这你的摆法咯，好，来请，哇，厉害哦，刚才第一关尔，我的弗拉万哦，已经差不多去用摕一半伊。是的啦，哦，弗拉。好啦，来第二关，换我加油，准备接招，赢来噶！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个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哇，来哦来哦！哦，第一关就摕3题去啊，刷落来要安怎咧？嘉颖，你行5个，就有1块大片，10个拢行煞，有2块大片。啊，毋是你孤一个人哦，你遐朋友拢通甲你斗相共。哦，你要尽量去讲，尽量发挥。好，来哦，到底通啊行几个咧？准备接招，赢来噶！来，好起啦！ OK 啦。用去边啊！吼，你用头嘅用去边啊！你看，恁个队长哦，技术就是无好是要啦。甲你下的啦，你看，一波，啊，把这安尼有。好来，一步 T 是倒有啥物字？什么？大象，大心，对，大心。来，好起啦！莫用华语咁乱呐，啊乱了真好。都会得，我发觉有得无？哎呦，维亚！来，进2、3 KH 是科有啥物事咧？柯林温，公口掉。来，好起啦！你都冇甲斗啥？你甲伊斗啥工？真好，伊就不可以。你你用去边啊？你小号传传。好，不要传传。一步 M 是有啥物事咧？门票，门票掉啦！哎呦，好起啦！骂啥啦？你姐呗，你姐啊！老万就伫眼前咯。老万，还有高盛哦，一步，这是日有啥物事？虾米掉虾米。哎，袂歹哦。来，哎呦，厉害呢！一粒对厉害呢！哎，冷静，
H 是吃有虾米？吃饭啊！出力，出啥？出力，出力。不是出饭出啊！吹物件吹啦，吹物件吹掉。好来，好起啦！你讲啥？我是在两波，2哇，2波跳倒来1波来，P 是波有虾米？假爸，加霸对霸，来，好起啦！气死！来2波，来去1、2 K 就是好有啥物事？红台，时间到，伊讲出来啊。这是日个有啥物字？啥物事？虾子，写字有啊，头先讲。日头，还有无？日头，日头，哦，日光丁，水光顶日头， TSH， 吹，吹物件吹，哦手，还有菜，加菜的菜，还有啥？菜包呢？对，菜包呢？草讲一字，狗，草，炒就炒诶！做草哦。今个第10届，通啊摕2块大片来，请摕。来，摕只大片大小念出来，台湾的农产品。金枣，好，来，西茄，这个好起哩。这个好食，搁往来这个好食。好，来吃，啊，在色客，无真大片是拢你摕了，啊，毋过上尾关，咱真正收起。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起来噶！选你无唔对，一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我有去甲了解一下，阮厝面啊，因会举办成年礼，大概是毋伫个13岁左右，13岁，敢毋是？是，我甲你讲哦，台南府城遐来举办成年礼节仪式，所以今仔日哦，也加这就是要带咱去看卖啊一个。啊，安怎来摕大片呢？一题过一题，一关就有一题大片，2题若拢对就2题大片。好哦，准备来看卖一个，起来噶！大家好，我是探险亲像行走卡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初7情人节，大家看我即马手提花，相信一定是有足浪漫的行程咧等我。听讲今仔日只要找到同款嘛提花的人，伊就会甲我讲今仔日要做啥物哦。行，咱赶紧来去看卖。找到啊，同款嘛是提花的人，应该就是伊啊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咱这个本乡吼的主委陈景阳。你好，这间庙宇是做啥物？这间庙宇是迄个来这拜迄七娘妈，囡仔要做16岁，就是来阮遮拜。原来是安尼，不过为什么是16岁，唔是18岁？因为较早囡仔吼，大家拢早期经济拢无好啦，囡仔大汉的吼，啊就去码头做囡仔工，啊做囡仔工做一段时间啊，到16岁。哦，爱来拜七娘妈，哦，啊拜了转去，甲工头讲我已经16岁，我当大人啊，工头哦会发大人的薪水，哦，囡仔薪水含大人薪水都差1倍。1倍哦。要是当大人啊，会当做大人的工课啊。安尼拜七娘妈，敢有啥物奖品爱准备？七娘妈迄摆奖品哦，就是咱准备遮。哦。有一寡生日红菇寿桃、银花、啊鸡冠花。哦，啊一寡化妆品。安尼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诸位，就是拜七娘妈的时阵，敢有啥物代志是袂当做？咱最后咱来拜神明吼，咱个是爱穿个整齐，吼啊破衫破裤，咱个卖穿。咱咧拜七娘妈吼，爱讲吼啊有啥物禁忌，啊啥物袂使食无？啊，有啥物袂使食？我嘛唔知呢。安尼我来问小朋友好啊。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伫咧拜七娘妈的时阵，有啥物物件是上好伫即天卖食的咧？是牛肉还是鸭肉咧？牛肉。牛肉有啥物？七娘母不能吃。哦，七娘妈袂用的食牛啊。哦，啊你家己有熟悉哦。啊，恁其他的动物，恁感觉是啥物肉？牛肉，你捌牛肉？牛肉，敢安尼？
感觉是啥物肉？牛肉，你捌牛肉？牛肉，敢安尼？容易啦，就是牛腩甲鸡肉，因为牛腩是啥？你顾遐牛只，系顾牛的。所以嘛是对伊的另外一个意思一个尊重。是讲，因一年一遍较见面，啊，伊拢会挑牛去找鸡肉，啊，你家己的牛肉食去，伊是要怎么去？对啊。啊，这是一种讲法啦。啊，菲力哦，就是无食，就是代表一种尊重啊。哦，足够要的呢，厉害哦。好啦，第一题去互恁钓伊啊，后一题现来个。诸位为什么我爱穿这啊？敢若较早状元同款。啊，即摆像这状元，就是讲古早一寡爸仔母，拢希望伊的囝吼啊人读册啊认真读吼啊，读的人考着状元吼。原来是这个意义哦。安尼诸位，咱带来要来做啥物咧？咱即摆来弄青鸟马亭吼啊，查甫的弄倒平，查某的弄正平吼啊，拢弄3日啊，2月了后就是代表成年啦。就代表大汉。代表算大人啊。听起来足趣味的呢，安尼咱今麦就赶紧来体验看卖，身体健康。大家爱台语，大家拢爱小看，非常了不起。赞，阮姐，我大汉啊！诸位，为什么这外口有一只水牛啊？这只水牛吼，就是青鸟马生，啊，这先路迄个第7个就是节路。哦，啊，这路也落来凡间，有人这路相会，哦，啊，所以阮会困只牛，当遮要分享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这蒙水牛敢有啥物意义啊？蒙喙，哦，是大富贵。蒙喙的大富贵哦。嘿。哎，蒙喙大富贵。啊，蒙牛角。蒙牛角。趁钱就稳达达。趁钱稳达达。哎，蒙牛腿，趁钱啊趁水。趁钱啊趁水，有押韵的。啊，来蒙牛尾。蒙牛尾。互恁大家趁钱存家伙。哇，安尼全身躯拢蒙了咧。哎对。诸位，虽然我即马已经23岁啊，不过嘛是真欢喜，今仔日总算来体验到这个做16岁。迄软脚脚软完，就感觉我心肝内嘛变大汉，爱负的责任嘛变可较济啊。而且我即马穿这束状元的衫，就感觉我家己嘛亲像一个状元同款，就互我想到一句话，叫做3年出一个状元，3年出无一个好伙计。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句的意思是咧讲有读册才有出头？还是咧讲就歹找到会当信任的人咧？你感觉是第一个解说还是第二个解说？第二个解第二个。第二。是安怎要选第二？因为安3年出无一个好什么好状元。好伙计。好伙计。啊，不过你看，伊这意思你看，3年出一个状元，就敢若你甲讲读册有关系啊。 3年出一个状元，足正常的啊！逐年三年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状元啊。所以你感觉是第一啦，第二？第二。赶快第二。第二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所以恁的答案是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真歹找，敢安呢？哎呦，再会哦，再会。 待会。哎呀，你话3年一定会考一个状元，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状元。是。啊，不过你真正3年要出一个好伙计，你要找到一个通啊高中、通啊信任的人，歹找。其实歹找，其实无遐简单。好啦，恭喜啦，2题拢对，2题大片啊，请提。掌声庆祝我好。你先摕2题，你去摕外景啊。好的。大声念出来啊！你摕啥？摕了了。熊熊，好，过来。菱角，好，大起来。是哦。嘿，大好满。无啊，规个拢互因摕。康康啊哈。嘿，好厉害呢。好，来遮。 阮船长的面全拢后伊安尼。你较欢喜的，你风度爱摕出来哦。你爱笑笑啊！啊，叫摕7题，你要安怎笑？好啦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现在来哦，
中枪我要来摕罗乱。甲你问一下，即马敢若这空是无摕到的，啊，恁敢有想要刷位？还是就照安尼？叫安尼，就照安尼哦，无要刷啊！好哦，哇，启动代表要出来背，手先甲花咧，爱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好，较大力的哦。到底敢摕到 flower 无？请背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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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关的哦！多过紧走呢，你有赞哦？啊，毋过哦，伊心内一定咧踹，因为佮较大力的你就无对安尼。来摆哇！哇，就哇，出来摆那家伙，就当的，就当的，就当的，厉害，讲这是暗功，就当就当啊！好啦，今仔日哦，真正咱这个来交流，我感觉非常欢喜。你通分享一下，你安尼参加落来的心情啥款？欢喜，可以就好来，只有你咧，叫欢喜又趣味的。就欢喜个趣味的啊！啊，静怡你咧，欢喜，你欢喜啊？啊，建英你咧，我就欢喜耶。欢喜哦，好啊，啊有机会再过来啦吼。好啦，因为今仔日这交流实在太欢喜。来，金箍箍甲摕出来。哈，健康康安怎？哎，你无可能安尼哦，嘿。是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就是这唔对哦。哎，你嘛是恁的朋友啊。交流就是安尼啊，对吧？你开始，哎，这不是大人拢有的哦，有各种健康康坑咧呀，健康赢嘛是赢啊，对不对？无啦，因为我想要表达者，我看他坑在遮。哎呦，慢啦！那我表达我会欢喜啊，我是因为我是我介意。在空不能够养乐。我呀，袂使讲金箍箍，好啦好啦，你手提啦，手提啦。感谢啊。哎，慢客气，慢客气啦。多谢。哇，金箍你箍。真哦，还在这里。嘿啦，我来讲哦，300集差不多出现2集啦，所以你算有赚到啦。希望你通继续讲台语，啊台语文化。啊，把加熟悉一寡，啊，阮对恁原住民的文化嘛是非常的尊重，咱互相了解，你讲好唔好？好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